個米娜呀嘛該除夕夜全部比賽你做。紅塵公主一手包辦。天公哪漏水呀，阿妹呀。好 ，OK。好會。都是你爸在唱。你還好嗎？還好。現在心跳如何？哦，很快。 130呢，你記哦。還是不可以直接吃這樣？要有尾巴。真的是親生女兒呢。媽，我爸你還好嗎？我是因為偏懂喊好意思哦。那你現在有常回家嗎？有啊。都喜歡的系列。餓的時候。唐貢周料理，今年做的寬順迎新啊。真相私有一界。哎，今天係真係北點懂係啊。我好難演壞人。哎，真的，你那個我覺得甚至演一次阿吉羅一直白。你那個我嗎？唐貢周料理做得寬順迎新啊。哦，都白哦，白。有呢。他感覺會殺人呢。有。然後後面拿出刀子這樣。有，他我今天他又戴了一帽了，更像這種帽子。對，好像要逃走了。哎，不過我今天哦做個黑馬甲你弟嘛，這個台詞你弟係馬上講出來嘛。哎，柯南嗎？柯南。冇人用飯哦。好啦，今天係心理師啊，我咱講今天兩組的來賓哦厲害咯。唔但唱會煮菜哦，你都要喊做呢用心理的方式來分析大家好食嘛該。該不會厲害都會公發機給分析出我是什麼星座了吧？最近動西行係嘛該，就 MBTI。哎，可是 MBTI 唐貢不跟邊呢？哎呀，不呀。你右邊那個應該是 E 人哦。我剛才是 E，但是現在是 I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天評審欣賞，提前的分享都給下森之師傅。好，稍等好的款家係小戴戴范成師傅。好了，三個分享到風吹慘水炸，係來自台中董事嘅也個兩隻牙呢，喺馬上呢來分享到你紅塵哥老千友。歡迎。歡迎。沙哈來哦，強榮係心理師哦，佢哋強榮係婦女黨哦，來自高雄美濃的鍾清風、鍾欣瑜。哇，今天邀請兩位都係線上電擊哦，千佑唐貢是兒童方面的，對不對？對。哦，而且有去開業了。哦，跳尬哦。已婚。哇，那紅塵哥就放心了。好，我們看百寶箱底都不用嘛改。哦，我們今天帶來的是甘露魚，而且還種的嗎？朋友種的。哎，朋友種的。哦，凍甜嘅。然後咱當時講種下種安尼哩。不過你離開慢的時間蠻到啦。蠻多。哦，啊，不到今日節目吼，啊拜託，我朋友提早走了。真嘅哦，紅塵爸爸，你本身也係做哪方面的專業？係從事同農業就方面有關係。太厲害了，也不看呢，一個當年啊哈，是個米娜呀嘛該除夕夜全部給你3人做。紅塵哥你走啊？一手包辦。哇，做嘛該會是本身是做倆封面呀？唔係啊。該每家按嘢咩？按模組較好食，第一個每四人每種嘅。哦。每家都台北嗎？家對。你們是中部的嘛？然後但是千佑在台北走誰？對啊。然後你們是南部的，新雲東那邊走誰？台中。台中。時常都看不到。等距離啦，因為台中差不多啦。然後清風哥常在世界巡迴嘛。哦，今年帶女嘛嘅好食。今年帶來爸爸自家種嘅菠蘿蜜，自家種嘅。懂熊嘅，其實動到個因為養榴蓮嘅朋友，就得先從這個菠蘿蜜開始。很特別。不過清風大哥，你們係都會做努斯嗎？藝球人樣退休啦，他退休也都路下有一些田地都歸於高高啊，有一些的，有一些的，放眼望去看不到盡頭。看不到。那新宇，你倆啊都推崇做誰？心理師啊，是哪方面的心理師？買就是兒童誒。哦，等一下到底係 MBTI 咧，敢唔會出現到向前來挑戰呢？馬上來金行踢館嘅 PK 咯！向前來挑戰，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
歡迎大家共下來參與哦，向前來挑戰。等一下吼，兩組來賓哦，都係心理師，還有佢爸爸哦，彈鋼記得非常厲害，因為記得吼。但講款了9宮格，他就能分析出個後背拍黑馬蓋。那個是命理師吧？我會通靈，那個不是，哦，那是魔術師。係啦。好，讓兩組講一下哦，等一下兩組加起來總成績，就代表講，你師傅做的線幾道紅色菜來做料理，鼓手大家加油咯！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剪刀石頭布，風吹先來先。快樂冠軍。來。哦，好來，下邊哪一種食物哦，有一個抗憂鬱的效果 ？A. 芒果 B. 係濃茶 C. 可樂。你要給專業，你的專業。你我講一個。紅塵哥電腦你好，真的哦。你沒有諮詢一下心理師呢？我幫念那個食品的。哦。茶的味道有茶多酚。茶多酚是抗氧化哦。哎，心理師，憂鬱就是多巴胺嘛，血清素，然後我覺得堅果比較像是，我們選 A 可以嗎？好，答案是 A。來看一下正確的答案，嘿，恭喜就係 A。憂鬱係嘛？嘅嚟認分哦，這個專業名詞 depression 啊，其實佢係咯血清素唔啦有相關哦，另一種哦神經的傳導物質，佢讓響到你嘅清洗啊，還有睡眠啊。那硬果啊，個地位都有非常豐富嘅維生素 B 群，佢就咧幫助你嘅血清素嘅分泌，提升你嘅快樂感。電腦來講，介下假設上嚟是濃茶，還有可樂，兩種哦都係因為個地位的高咖啡因還有糖分哦，雖然做得短暫嘛，半夜下提升我3點可能會影響到你的睡眠啊，還有增加你肥胖啊、糖尿病嘅兩條嘅風險，所以變胖、糖尿病可能會喊下憂鬱哦。好，恭喜！好，藍隊休閒嘛，該咧天公落水。好，我衝嘛，以前衝過。天空哪落水啊！沒有聽過清風唱《天公落水》啊？哦，來看一下。好，來，客家諺語講到：忙碌意先唱歌，搶碌無一道。係講乜嘅呢？A 係未雨綢繆 ，B 係虛張聲勢 ，C 係懷才不遇。B，哎呦 B， 你用白按用點，因為個網絡以前唱歌咩，你點6點嘅2點嘅一路無咩，都虛張聲勢啦。好，清風大哥成為先係 B 虛張聲勢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恭喜就係 B， 厲害，好厲害，兩組都但係會唱歌，還會彈，真的。你阿記唔有完全嘅意思係講哦，喊忙落水是先唱歌，而哦咪唔會落強度啊，因為唱歌它是所指就是打雷公的意思啊，就翻譯地位讀美就講過哈，就是雷聲大雨點小，比如說就是上面哦，佢忙就嘛個夯筒哦，忙就嘛個作威哦，是先開嘴，代表嘛個虛張聲勢。恭喜！好，風吹上先來題嘞。我來選健康好茶。哦，又是專業，又是專業。厲害咯！接上看到一個發酵茶飲康普茶哈，最主要係用哪一種菌類發酵製成的 ？A 是紅茶菌 ，B 是乳酸菌 ，C 係益生菌。 C 益生菌。啊，第二個為什麼係益生菌？乳酸菌比較是那個養樂多，對，紅茶菌我比較不確定，但是康普茶應該是幫助消化，是益生菌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首先係 A 哦。那康普茶哦係賣東西咧，佢係一種哦用蜂茶還有綠茶作為基底嘅一種茶哦，它還有加入這個糖，還有紅茶菌。紅茶菌係賣東西咧，就是酵母跟醋酸菌共生的一種菌種，它發酵製成的飲品就按到康普茶。該地位讀哦，每幾乎都有益生菌，但是它是發酵出來的益生菌，咩本單的原料哦，不因此就講哦，又幫提你腸胃的健康啊，還有消化了都有性紅感染哦，還有腸胃動敏感。還有糖尿病嘅患者，你都要促進不要喝這個康普茶，對身體又唔好哦。好，藍翠小先來題咧，我想乜嘅？
馬該媽媽育兒經。做乜嘅1歲以下嘅幼兒唔合適食紅糖，A 係較會過敏，B 係講糖分太高，C 有中毒嘅風險。C， 哎呦，超準，你們都有題本是？厲害耶！做乜嘅 C？ 龜杯，有那個菌我記不得，但是有中毒的。對啊，清風大哥，你到底退休之前喺做乜嘅？拿鐵錘的。哦，所以 C 有中毒嘅風險。好，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C， 厲害哦！剛好阿哥咪就講到重點哦，我嘅地位吼咩圈啊，它係一種有這個肉毒桿菌的孢子嘅籽啊。所以台灣哦，因為個免疫啊，還有腸胃啊，它比較成熟，所以做啲抵抗兩種肉毒桿菌的孢子。我1歲以下小烏鴉哦，個腸胃慢發育啊，完全啊，所以無法抑制細菌。沒做啲可能造成哦，小烏鴉記得有這個肉毒桿菌中毒，所以食嘅時節聽出來注意，尤其係這種新手爸爸、新手媽媽，碰痛哦，1歲以下小烏鴉莫碰忌食咯。好厲害！哎呦，厲害，清風哥。好，來3號來馮翠香先來題。反方向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哇！學作題。好，你看哦，馮翠當中利用3人派出1、3人都開始3次沒有當中做的邊一個蔥油餅啊，你食唔下，安樣就算過關呢。一個蔥油餅哦，爸爸已經蓄勢待發哎。係啊。你還好嗎？還好。現在心跳如何？哦，很快。哎呦，230呢！預計哦。那我們換圈友看看。要唔要？跟爸爸加油一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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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覺得爸爸做得到嗎？還是這個你直接心臟？還有尾巴！真的是親生女兒呢。怕。比較濃一點點哦，那樣比較不會掉粉。那怎麼樣可以增加粉？就是要有一些魚性節目啊。還好。現在心跳如何？哦，很快。哎呦，230呢！預計哦。那我們換圈友看看。要唔要？跟爸爸加油一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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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覺得爸爸做得到嗎？做唔到。他做得到。哦，等一下30秒停停哦，30秒25下。好，來走，來我讓你算。好，準備好了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1、2、3、4，3、5算，4、5、6、很好7，要越來越高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算，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0。哎，過關了，他過關了，他過關了，過關了！請開始呼吸。啊，你要去做啲大專系東西嘞。野田有吃。鳳梨那個甘露林瓊下雪。藍翠香先那一題嘞，舒舒服服。好，來看一下嘍。葉菜類哦，做得用哪一種洗嘅方式，這樣做得洗都較強力。A 係講沖洗過後啊，吼，佮加一些嘅鹽來浸。B 浸完過後，佮用流動水佮來洗。C 係講切剔嘅嘅筋過後，佮來洗。應該是 B。浸過以後再用流動水拿來洗。係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媽媽都按你洗。因為 A 它用鹽水浸泡，它反而洗不乾淨。哦。啊 C 你把根部切除以後，它那個會污染，然後你就先洗完以後再洗，應該是 B 才對。答題很有邏輯耶。我非常哦，央廠嘅翻譯講，清風哥有看過我的題本？應該沒有，他們本身就很聰明的感覺。所以你都嘅答案係係 B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B。清風哥我剛才講了，完全冇誤錯。你寫兩種葉菜類的洗滌，重點係乜嘅呢？主要是流動的水拿來洗。
跟幾枚時間哦，幾枚時間哦，沒重甜。建議大家幾枚時間差不多3分鐘左右，主要本機哦，讓農藥溶到水底排毒，再個用流動的清水那來洗。那切的步驟呢，一定要水每掌來處理哦，就是剛剛清風哥沒就講到，因為它有可能會污染刀具，污染刀具就會污染蔬菜乾淨的部位。哦。解釋完了，哎呀，很厲害，清風哥的那一段就好，很厲害。好，來，馮翠秀先來題嘞，粒粒分明，粒粒分明，厲害了。空腹的時節大量吃栗子，它會引起荔枝病。黑影咪嘛干呢？A 黑講過敏反應 ，B 黑血糖過低 ，C 黑尿酸過高。A 或 C，A 好了。反正你們先3B 是不是？對，因為它糖分高嘛。嗯。尿酸沒聽過有人吃荔枝尿酸高。好，按你的。好，寫 A 啦。A 啊。好嗎？A 好不好 ？A。好了。好，如果唐先用 A 哈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的答案係 A、C 都不是，係 B。你就先選擇個 B 就係正確的答案。哎，接下來就講到荔枝哦，跟地北毒哦，非常豐富的果糖啊，所以你血用甜度，你的血糖就會急速升高。那腺體啊，因為杏紅地北味道會偏分血糖，就會分泌過量的胰島素，電導會不葉血糖哦。急速驟降，所以讓人會頭昏昏啊、頭哪痛啊、出汗啊、冇力頭啊，兩種突發性的低血糖症狀。哇！那建議大家呢，日日哦就前度是食粒就水稻咯，韓國冇去空腹食來食咯，先食個東西，講來食荔枝。那佛喜台啊，還有通藥品的哦，就是不要吃最好啦。原來是這樣子，還有荔枝病。係啊，電到就係因為啲通甜度咧。因為它太甜哦，好，那最後一題嘍，藍隊了哈，蝦太對了，可以啊，10題，63年呢要合作，13年博下工，13年夫妻10，那麼1分半當中呢完成10米下工，按樣就算過關呢。好，那個下工太長啦哈，你男吹還是你很喜歡吃啊？你代打好了。我跟你講，清風哥他那好險，真的嗎？他為了這一餐來的，但是安全第一。OK，雖然這邊離醫院的距離還算 OK。好，來，3、2、1，搶水席。加油！播太慢了，老師，幫我數秒好不好？不用，你播太慢了。我們最後30秒，我讓你搞。他給的，真的，我沒有騙你。系統化，寶寶已經吃完了啦。還是這個你直接吃這樣。它有尾巴，真的是親生女兒呢。不怕啦，按你吃就會啦。你覺得新宇是什麼星座？他有點狠。應該是。哎呀。新宇，你是家中唯一一個女兒嗎？我還有一個妹妹。啊，你有生日的嗎？我係忙，我冇結婚的。你冇結婚？我結婚的。係結婚。你都在結婚嗎？有，我結婚的，我有老公。啊，1分鐘，才1分鐘，最後30秒，最後30秒。爸爸根本就要吃完了。對啊，好播完最後一隻。常妮也幫他去一下吧。爸爸你還好嗎？好吃的偏懂，很好意思哦。免救命啊！要吞下去哦，我們看嘴巴哦，最後都酸哦。等下嘴巴不要緊張，哦，還沒數太快了。把空分抬到台。張嘴挑戰新度。太厲害了！清風哥，V 豆癢哦，豁出去呢。Fighting！ 爸爸拼充西組這樣比較沒有形象的外向。嘿，剛才都看到。他是大一人是不是？嘿。哦，看得出來。來，恭喜藍隊。亮線2分哦。好，沒問題啦哈，風吹6分，藍吹7分，我們紅隊待會要加油。紅塵爸爸，你最會做菜，做菜的時候給他拼回來。好，來看一看，你看哈，6紅色彩。今天我通兩個鳳梨醬，還有海苔。嘅鹹卵係冇？鹹卵，你係幾好嘅？挑包，還有3紅。哦，按多哦。還有個豆芽菜，糯米。
1、2、3、4、5，水每一種。放射你嘅好啦，紅色就做得嘞。好，先後色，觀眾朋友們做的吃相款都帶師傅溫柔變化，馬上來看咯。師傅上菜了。好咯，師傅當後菜，今日呢係先到6項食材誒。6太順了。對啊，你過了那個2道最低關之後，你就一帆風順。多嘞哦。對啊。很用個山哦。我倆基本嘅愛做倆個菜名，很多剪頭包鳳梨醬。哎呀，其他就配色係嘛？配色咁用。像倆個我嘅主食材係用到嘅係頭包。等下我會留倆個海苔呢，幫佢包定，幫佢將倆個鰻魚嘅口感。有做過。軟軟，然後就海嘅梅頭咁用。倆個係咁用做。等下呢，請師傅幫我倆個甜椒切絲、木耳切絲，還有倆個鳳梨醬幫佢動一下就做得了。超難。好，兩片呢，大概海苔幫佢切到咁用，一片咁用。太細差唔多，係叫頭包嘅太細。差唔多，頭包嘅太細就做得了。好，兩片幫佢用油幫佢煎一下。米繞椒會記住啊，要像頭咁對，差不多從那個豆芽咁樣就做得了。考驗哦。兩片呢，做得撈那個頭包，幫佢用一些那個麵粉，粉漿。那個粉漿，你做得用那個中高低筋嘛做的。那個海苔給你分那個亮面跟粗面。粗面幫佢炒底部，那樣。它是差在哪裡啊？為什麼？按用呢，那個粗面會比較好吸附食材。你這樣不會掉。麵是用愛記料啊？做的用1比1蓋粉色，會比較濃一點點。那樣比較不會掉粉。那怎麼樣可以增加粉？就是要有一些餘興節目啊，比如講，比如說我這樣子，哎呦好嘞哈，哎呦不給老哎呦不用下來，帥一下，不用下來。我講到粉絲，你睇下粉絲見到見到呢，很重的啦，真的走在路上嘛，哦，對啊，睇下文言春意嗎？就啦，就看客家電視台嘅，就朋友就有看到，真的哦。好，兩片呢，本期先兩個海苔那一面先煎過，因為海苔佢會加熱的時候佢會大概會揪吧，所以我要先讓它先把這面先定型，你看這樣子就不會掉掉的。哦，好，本期煎一下咧，好，另外呢就係摸凍豆呢，另外就係在最底部嘅鰻魚啦，從而就會燒嘅照燒醬，還有嘅鹹筍甜啊做的。哦。頭白係唔係用 Q 來做個鰻魚啊？鰻魚。好，兩片呢，幫佢熱鍋加一點點的油，好，把兩個蔬菜料呢，幫佢炒一下嘞。好，從兩個甜椒，還有木耳。紅椒的營養價值啊，非常高哎，比蘋果跟檸檬都高哦，維他命 C。真的。我之後都要吃了，不能拿來鋪底了，剩的都給我。那你知道馬鈴薯維他命 C 也很高嗎？蘋果的4倍。哇！兩片豆芽，而且馬鈴薯唔會受到買鳳菜啊，然後都有人叫，它就就算天氣唔好哦，佢身材就會動便宜。真的。兩片呢，還有個鳳梨醬嘅湯汁，好幫佢一絲絲的俾佢飆下來。嘅水就好了呀，按用醬會較夾熟噶。哦，好，兩片呢，幫佢撈一絲絲的嘅熱。帥。好，兩片哈，剪刀長長的用，就做點對半切的。電動魔改反應啊，這種的對半，就是長的，長的對半就做點了。你有看過鰻魚摸短短的？鰻鰻魚啊！這下面這該不會都是鋪底的吧？對啊。啊，凍精醬哎。好，兩片呢，兩個鳳梨醬幫你飆下來。它要蛋響炒，對，它不能평下炒嗎？做唔得。好，兩片呢，好撈一點水。為什麼不能？因為兩個鳳梨醬呢本身會較鹹。等下我就幫你撈一絲絲料，讓它可以搭附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兩片呢就幫你飆上來。哦，這個鰻魚不用下去煨。是，等下呢幫佢淋上去就做對了。可是你們不是常說什麼淋上去又沒有吸到味道？沒有關係，因為啦，然後先就該一點點該
豆包的小妹啊。哦，煨了它就軟掉了。對，加一點糖哦。要跟你老婆一樣甜哦。哦，那全部都下了。好，鴉片，還有就做對了。好，不可以領鬆氣就做對了。哇，講到老婆都嘿哦，手抖了。對啊。心8塊。好，剪條包鳳梨漿。安永去後勢嘍。杨不卡就一直摸耶嗎？啊，一直摸耶。就一直摸耶？你真的不需要做菜？对，沒有學。你好像沒有學的必要。你都得啦，請你閃開的。哎。來，不是會給正三鼓勵。現場有你是宅嗎？有你是宅嗎？哦。應該清風哥跟紅塵哥是債，因為他們兩位女兒都是他們的菜。哎呦，上一輩子的情人。是啊，那我們來吃吃看哦，睇下有片上可能。債嘅嗰種鰻魚啊，對不對？差唔多種。而且係用客家嘢嚟嘅鳳梨漿啊，就會有那個甘甜嘅味絲。嗯，中間口嘛，不卡地度有那個鹿眼咖。這片肉啊，就做得做那個料理，你做得用那個糖醋醬嘛做的，胡椒條嘛做得啦，酸酸甜甜，哎，有5個米誒，係啊，有，有海梅，因為還有海苔的蛋糕，哦，人家做那個素鰻魚沒啊？嘿，因為那個鳳梨漿啊，本身那個搭配海鮮比較多，像有時候蒸魚啊會放上去，啊，就想到哎，那媽做點樣做？我幾厲害的素菜就是幾食起來唔像菜菜。對，剛新宇有講到有那個海味，沒錯。前有吃到有嗎？有。會為了這道菜願意開始下廚了嗎？願意。先從翻鍋努力。對啊，你老公有在看節目呢。要努力看看。對啊。剛清風哥。因為太好吃了，所以講不出話。你可以用唱的，你有這個特權。預備起，好吃。rap 的部分。已經厲害哈，跟這個鳳梨餃，對不對？算是客家人獨豆非常熟悉的一種餃。對，安用走起來喲，算是阿志也讓大家大開眼界。對，原來還走在安用典範。對，而且我們紅隊真給要加油哎。紅隊，我這一隊很少在輸的，可是現在情況危急啊，落後2分哎，太加油了哈！馬上來進行最後一關嘅挑戰，做下練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，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路菜，新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呢，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。一家之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好咯，來到最後一關嘅挑戰呢，也係當難得看到爸爸同掌上明珠共下來比賽啦哈。先來看一下馮翠，先問一下帶來嘅菜名，我都冇解。竹筍炒雙鮮。哦，竹筍炒雙鮮。哦，奶雙鮮呢？手工同嘅。下工，要出料理，迄講竹筍，遲剛出來嘛，剛出來。那今日帶來念，較無同款，念到兩甜筍，念當然哈，當然貴種嘅兩甜筍，兩甜筍呢是甜較好食。哦，等一下呢，我們可以用心理戰術啊。對面沒心理士哦。對啊，因為你最後面可以使用心理戰術，讓他們給你高分。加油了，好不好？不一定要加油。人家學有專精，每各種性能。是戰術。對啊，有。好啦，最後面一關老太公有新型冇？有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我看一下藍水帶來的是客家經典，菜名按到嘛改？米濃炒飯呢？你這個板條是種某買強用呢，跟大家印象中的。哦，也個板條。伊個板呢，不能按人也都菜體米濃的板條，好板呢。
你要講面趴板係冇？係面趴板，因為攏擺做啊出來，都伊個沖面趴用嘅咩？啊，營養嚟切，啊呀切過呀吼，伊骨太條，啊又該洗過，洗啊都過油蔥啊你普通的麵條用啦。哦，唐公李阿姆裡頭是出自媽媽指定，對不對？媽媽指定沒有，然後媽媽特訓。那媽媽現在在鏡頭前嗎？數錢，媽媽。媽媽講該錯到你還會有摸好走。媽媽在等獎金回去。好，準備好了，媽媽快點來哦。有信心嗎？有。哇，讚啊！站對了。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走得開始走了。好。娘不卡就一直摸耶嗎？一直摸耶。就一直摸耶。多了。就一個女兒。沒有其他小孩，你真的不用做菜。我懂你。我不要是你真的訓練了。你真的不需要做菜。對，沒有學。你好像沒有學的必要。某乖了哈。她現在又當那個師母啊。師母，什麼意思？她老公是老師教授。在哪裡教書？台上拱出來。台大教授。哇，水利工程。扮組成這樣，他可能不想承認。不會啦，他各有他的所長。跟你去獻肉公時，還要獻充爸爸的年了。對，要會煮菜給你。愛家，對，巨蟹座。哇，哎，基美黑呢？我是女的。最愛吃爸爸嘛該料理嘞？爸爸煮很多都很好吃，那個金瓜米粉、南瓜米粉，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，對。你一定要給他該只要去弄，好，就是提醒了。慢慢調分哦。好。啊，那個好扣分哦。那個本來就是來不及了呢。在裡面的。可是給妹夫啊，吃下去會不會很營養啊？對啊，我這個是營養的。就會長小甜雕在肚子裡面。哎，吃落去你的心裡會不平哦？會。不會啊。我千佑，你要記得，你今天有一個武器，就是心理戰術，好不好？好，沒問題。我們回來的時候，你再使給我們看。好，沒問題。那就再使給我們看。對。新瑜這邊讓我很放心。很會做菜，不愧是寵物醫師的獸醫的捕鳥。你把它偷偷爆料。獸醫的捕鳥叫什麼？獸母嗎？對，人家寶寶在旁邊。獸母是什麼意思？師母。啊，等一下，體質譜我先走嘛，該第一步。第一步，俺先來醃豬肉。哎嘛，俺的媽媽做的豬油，油蔥嘛嘿。油蔥這個全部這個煸的啦。這個煸的，也安尼胡椒粉也唔咧，也買嘅。買。還是用買毛強肉毛。信義堂講，你老千佑係同學啊？同事，用他做事。醫院的同事。哦，小白都一樣。那像心理諮商師，心理師，心理跟諮商師冇共用哦。我們是臨床心理師。一個是3類組，一個算1類組，對不對？我們對。文組也有諮商。我們會比較在醫院的領域這樣子。對。那像他想要減肥啊？不同科目。不同科。要催眠你。你係咪講他動厲害呢？係啊。是。太久冇講嘅啦，這時間同阿公阿媽做黑，還有聯繫到。迄講讀到嗰條來銀行啊，迄講客家話嘅長輩吧，你就懂圈啊，距離就會。你就對啦，請你閃開的。你哋下當隻雙位轉機哦。對，等下過去，過去可以做，過去高雄。哦，那你多常回去一次？一個月吧。因為我現在也自己開業啦。啊，沒休假啦，太無限的啦。係啊，做事啊。所以你現在開業主要的 TA 對象是小朋友較多。也有胎年。哦。如果是30多歲，然後是做廚師，是新竹人的話。走了啦，等下再過來。準備好了嗎？有準備。也是用呀。好可愛哦。你有煮盆，有煮過馬改菜。我有煮過厲害的啊。煎蛋泡麵先刪掉。你大學的時候也沒有助攻嗎？
沒有。假裝煮給男朋友吃這樣？沒有哎。都是爸爸煮給我們吃。他好幸福哦。有啦，現在有偶爾會煮，但是那個煮法偶爾煮一下泡麵嗎？台風天的時候。每10年一次嘛。就是要看食譜，一步一步來，沒有食譜或沒有爸爸就不行。那千佑，你頭擺做嘛？該不會對心理倆方面動有興趣？就是蠻想要了解人的心理啊，就蠻有趣的。對，會想要知道別人在想什麼，但是練了之後才發現不會知道別人在想什麼。其實動念哦，我先讀心理，除了會助人啊，其實最主要就是追尋自我。黑瑪莎，對啊，就是也會想要解決一些自己的那個感情啊，或是一些壓力的問題啊。对，声音哦，好像太不行了。唔怕告不紅塵歌啦，因為現殺歌啦，有先唱過的。對。會散起來超黑的黑嗎？不用太多油啊。你不敢靠近，差不多要回家了。今日買你老公名哎，哦，你秒煮你公名。從哪裡看到資訊的？就是我同學在這邊工作。同學是他嗎？哪一個是你同學？新宇，莫來，對。小時候的嗎？高中同學。哦。但他一直都不知道我是客家人，因為還沒有講。對。你跟我看懂緣分啊。對。對，而且利用人家技術，沒走在讓爸爸窮他煮出來，因為這應該人生第一次啊。讓爸爸表演啊，讓爸爸表演，也只能讓爸爸。他平常不都在表演給你看的嗎？平常的話，可能在餐桌。因為我想學，然後那個切什麼番茄纵切橫切，他就會生氣，所以我就不学了。因為浪費。他是捨不得，他是捨不得，心太浪費。先都收啦。金峰大哥，你吃到什麼你一天會不會煮出來嗎？我會聽吧。我會聽啊。你會加。不會出聲的唔是，不是啦，但是因為條東係食到下滾嘅，所以下滾嘅。然後那個切什麼番茄縱切橫切，他就會生氣，所以我就不學了。因為浪費。他是捨不得，他是捨不得，心太浪費。先都收啦。不是，是浪費食材。對。阿公紅塵哥，你可以加不卡高級哦。我盡量不卡西豆好嘞。好。那你現在有常回家嗎？有啊。都是泡你時間。餓的時候，後面吃太久了。我給後來啊，假使你台雷劇以後，還是要學爸爸一些經典料理，把這個味道，因為東西給客家菜它某汹湧，它有一些特別的元素。你吃這道金瓜米粉好起來。你會煮那一道已經超厲害，回去學。我們回去看。好。哇，好香哦！那自家帶落個調油係嗎？嘿，而且還調油炒豆。又買個貼片啦，買個貼片。調油，有呢都唔得講哦。秘密是的。有煲甜一些啦，有煲甜一些。南部真點較好生甜係嗎？嘿。其實調過嚟也是過後吼，大家對於客家爸爸會有更深一層認識。對，而且我也希望爸爸可以看這集電視。一對你動火呀？不是。他就是覺得說，C 妹你一天會不會煮菜啊？哦，其實沒走在調侃的最久，對不對？某一天啊。清風大哥，你知道 C 妹你一天會不會煮菜嗎？某一天吧。某一天啊。你會加？會加到。會出聲都唔是。太超。好。會出聲。這一句話幫我前面加個陳先生，然後看前面鏡頭。這題太難了。哦，沒公園吶。哦，沒公園。啊，心怡，你親好是爸爸做給媽給料理啊？媽媽鐵鍋耶。嘿。哦。爸爸不是出書。姨不是走。那你怎麼不是帶媽媽來呢？媽媽很害羞。哦。對。他現在是請表演組的來啦。對。他有得到那個媽媽的真傳啦。哎，不過他很會答題呀。哎呀，他答題就已經先領先2分。我們領先2分，都會因為阿哥動挑嘞。甚至每一題都還能解釋。差不多。好，加油嘍！好，謝謝。現場馬上來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
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本呢一關，你有冇解密時刻爭到咯？我們期待一個中獎。各位爸爸們都懂得煮，女兒也是很好幫手。先來試試看下你風吹料理哦。你前2年這樣澳洲拿來做筍。凍氣耶，很新鮮。就筍凍香。等下，等下出出來主要就是所有寫出來凍氣凍香的那種原味。今天我覺得怎麼樣？應該是因為我幫忙，所以很好吃。一定是。這個 ono。對，一定要有自信。我們知道。你龍山區都講對面做用飯。筍的更好食啊，筍的更好食。有一些太鹹啦，來感覺。鹽巴是他家的，鹽巴我家的。清風哥的公平也下對面做的。不是啦，但是因為條東係條多太多下工的，所以下工的是。他有陰影了啦。好，唔怕，你下換一下胃，換一個胃口哈。我先冷水兩片炒板條。哇，好吃。你們的醬香氣，還有媽媽做，炒，油蔥凍香，有客家人的眼鏡精神嘛？有啦吼。眼鏡精神係媽咪頭。這都會落枕啊！總好食，新魚翅用板貢本媽媽糖，最好吃，有媽媽的米頭，媽媽米頭啦哈。今天有吃到牛板嘞？有，東河是，又覺得找回客家人靈魂了。突然會講客家話。在台北住太久，有點忘記。真嘅，我也。突然會講1、2句客家話了哈。吃落去就會講，這一幕讓你講。這個哦，no， 這個。鴻誠哥，大主廚的公平一下。是啦，台灣人都抗議吼，俺個太補鹽吼，俺冇食板條。俺講呢就西洋炒米粉，但係試起來正經的同樣的炒米粉，恐怕仲啊一級棒幫我食。一級棒，都在最美結構運用版的32款師傅嘅拼負了。緊張的時間會到了師傅個報告解一擺吼，頭前你風吹少2盆啊，我唔會補多進來哦。靠你家啦！沒有被我騙到哦，沒被騙到，無動於衷。風吹2盆，冷水也還有4盆，要強調俾師傅風吹強盆分數。滿分，風吹得到滿分，8分，8分。你下出嘅緊張時間到咧，咁有可能逆轉勝呢？來看一下冷水得到幾多分？滿分！我就講做料理嘅部分量足，爸爸老妹全部都係同樣厲害嘅。先搶啊，甚至師傅。哦，真給你懂厲害啊！爸爸煮個料理啊，沒有想到會到有這麼像我媽媽的那種味道，我覺得都蠻有層次跟風味。大概風吹那邊大概做筍啊，處理到凍後就甜，然後纖維質又夠，然後鹹度雖然講有一點點鹹，那不過都得做一點點調整，做老一水的糖啊，去讓它有一點回甘的效果嘛做的。哦，南推那邊呢，我真見有個標到嘅梅頭啦，真見客家嘅梅，福州風嘅梅頭，哦，董好食，感謝。然後呢，小戴師傅，哦，你睇風吹吼，甚至師傅講你強咯，有一點點重鹹，啊，不過你嘅食材全部有帶甜味，所以吃起來合唔會按僵硬，哦，冇是會重鹹嘅，哦，應該竹筍啊，然後該蝦講該全有甜味，所以吃起來合平衡一點點。哦，你睇咱推兩片嘅，麵包板有配上凍 Q， 哦，咱應該去到比袂住，照安尼炒起來凍香，全部滿分。感謝。都得到親後嘅成績，等下總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你出來頒獎嘍！兩組表現到10分的好，一下風吹總共得到8分，藍吹得到10分，先來恭喜藍吹咯！好，恭喜下藍吹哦，10全10美得到係總冠軍，3千塊嘅價錢。
立風吹呢，這是別有用心啊！這是給我們裡面呢正在努力中的前友，這鍋子不用讓爸爸帶回去東西了。兩個不養都石墨烯不沾生煎炒鍋，不粘鍋，用來煮都不會出口來。好，大聲一後練習。凍燒啊，就是她老公多一個功課了。你說洗這鍋子？哦，撒下來問一下哈，是不是有今天凍就好，圖爸爸窮下來，有沒有什麼話想對鏡頭前的媽媽，還是對你身旁的爸爸講？感謝媽媽跟咱準備很多材料，炒起來幾好食呀！爸爸炒幾多遍，幾辛苦，謝謝。我到今天節目嘅目一下，給爸爸表示一下。是這樣嗎？你說表示是這個，還是這個錢？報一下，是加一個零，那個加一個。對啦。新宇真的是清風哥哦，一輩子的驕傲。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？天要感謝我太太，哦，跟我教我安慰。你的師傅？師傅教我安慰。還有我每日都安尼，哦，講到安好我每日，哦，又會不是會想到安尼。哦，安尼都歸感謝伊，有生啊都安好，安健康，哦，安尼都哦安詳，種民族安尼安詳，安所以俺都歸滿意啦，都安尼啦，感謝。清風哥，好，接下來請用心理戰術的方式，老太講，不用一下了拜了參加行的，我就很謝謝爸爸，然後我就是二話不說就答應我要來上這個節目，然後就也很開心有這個機會，就是雖然客家話已經忘記很多，但就覺得可以保留這些好味道，就是客家的好料理這樣子。牛逼！洪承爸爸跟老太分享一下。今日帶來嘅就話，個梨哈甘露梨，聽人講嘅 Tista， 希望講吼，大家消費者人哋講，聽人講嘅梨，聽人講嘅農民。前面條好嘅出路，水果康好賣嘛。啊，個筍嘛，香港人講嘅 Tista， 啊，正嘅聽料理嘅，前面嘛看到，大概都唔是假，意思是講的是對的。意都改意思。人哋決定個錢，你個講咩係假，我冇假。對啊。那你都不卡住這個吃豆安牛原汁原味的味道，可是哦，七卡豆腿杯底，我們叫外送，我盤菜對不對？對。所以你要學着自己這一鍋，好不好？2026年之前要過來。我問的。你口內還不會打開咯？因為他住很近啊，他就台北而已。好，感謝你的，今日呢，真嘅要等候給煮湯啦哈，爸爸。從我也聽他了，想必呢下一集就是要帶媽媽來了。媽媽都從 C 龍聽他了，對不對？哎呀，媽媽跟女婿一起來啊，那一定那個女婿都不敢講話，很感染嘞，很想看。其實哦，婦女的對戰哦，真緊哦，動生氣咪動感痛哦，因為真鮮。每一度係爸爸哦，送一生嘅好親人啊！透過你阿希望，你放下手語，爸爸媽媽強下大眼，每一來要強下來挑戰一家之主哦。我們知道一家之主等你強下來要到畢業挑戰哦，嘗試不同新的組合吧。你和你拜再見，拜拜。長得了，拜拜。